建陽縣位於文北深山，四周群山環抱，連綿不絕。村名叫做靠山村，山多田少，村裏50幾戶人家大多靠天食飯。村東面最偏僻嘅斜坡下，有一間搖搖欲墜嘅破爛茅草屋，泥牆早就裂開到塞得落拳頭。每逢大雨屋，裏面就擺滿接水嘅破瓦罐，滴滴答答嘅聲音響足一整夜。屋裏面除咗2張雜木硬板床，一張3條腳嘅破批同埋角落頭嗰口乾涸見底、積滿灰塵嘅舊水缸之外，根本就一無所有。呢戶人家嘅主人叫張阿牛，今年32歲，身材魁梧，骨子裏就好似一條老實肯做嘅老牛咁。然而命途卻從來冇眷顧過佢。阿牛7歲嗰年，靠山村大旱，為咗幫屋企換口救命糧，佢老侯將大山冒險深入黑風谷採野山租，點知半路突然下大雨，引發山泥傾送，跌落百丈深谷，最終村裏面只係揾翻隻沾滿血跡嘅草鞋。嗰一年，陳氏只得25歲，樣貌端正，但佢咬緊牙關，將個媒人婆趕出門口。立誓獨自冷養呢個獨生仔。陳氏係個極之堅韌嘅鄉下女人，為咗供阿牛讀書改命，佢去富戶屋企做苦力，舂米劈柴。冬天雙手浸喺冰冷刺骨嘅河水裏面，皮膚裂開一條條又溫又血嘅傷口。到咗半夜，佢就喺微弱如豆嘅菜籽油燈下搓麻線、立鞋底，長年累月做粗重嘢，鐵底搞壞咗佢個身。佢嗰雙眼睛因為長期暗夜縫補而熬到通紅乾堅，最終鐵底失明，脊背亦一日一日咁彎落去。30幾歲嗰陣，背脊就已經吸到好似一張點都彈唔翻直嘅廢弓。然而張阿牛嘅命格好似天生自帶殺氣，佢懂事，心疼阿媽。10幾歲嗰陣，夜裏常常挑燈夜讀，但天賦平平。由18歲到24歲，佢連考咗3次同試都名落孫山，睇住阿媽為咗硬考費賣掉滿頭黑髮同銀飾。佢心如刀割，喺老蘆婚前將聖賢書一把火燒成灰燬，決定改行做生意幫補家計。26歲嗰年，佢借咗5兩銀子收購乾香菇同木耳，打算攞去賣。半路卻遇上30年一遇嘅山洪暴發，貨物被沖到一乾二淨，反而背上沉重債務。後來佢去鎮上酒樓做跑腿伙計，起早貪黑受盡白眼。半年後，因醉酒嘅罰少，故意挑槓，推撞之間唔小心打碎掌櫃嘅玉佛，唔單止工錢被扣到乾乾淨淨，仲被家丁暴打，一頓丟喺後巷。到咗32歲，張阿牛依然一貧如洗，光棍一條成咗全村最大嘅笑柄。村婦們冷言冷語笑佢守住個病母窮過鬼，係個無用鬼。呢啲話好似毒針咁扎喺佢心窩，令佢變得越嚟越自卑、暴躁同不甘，心中積壓住對命途嘅怨恨。暮秋時節，連蚊暴雨落咗半個月，張阿牛穿着透濕嘅破布麻衫，赤住雙腳踩喺尖綠嘅碎石仔上面，腳底全係血泥。佢今日去城裏揾放高利貸嘅錢，大戶要返工錢。上個月佢背住上百斤濕柴喺山道上來來回回咁走，肩頭磨到皮開肉綻，全指望許諾嘅1兩200文工錢買糧過冬。然而錢府大管家迎面盤到佢一念都係借口濕柴分到3姨太，1文錢都唔俾阿牛爭臉求情，卻被4、5個兇悍家丁拎住木棍撳喺地上暴打一頓，口鼻流血咁被扔喺污水大街上。佢嘅自尊被鐵底渣踏粉碎，一路喺狂風暴雨中咆哮住走返村。推開破門，屋裏霉味拔面而來，雙目失明嘅陳氏滿心關切，連忙拎住舊毛巾迎上嚟，想幫佢抹雨水血污，卻被暴躁嘅阿牛狠命甩開，撞喺牆上。陳氏咽下悲涼，鑑夢巍巍咁端出一碗苦舊嘅清湯，浮住幾片野菜嘅苦菜湯，討好咁勸阿仔燉客底，並承諾聽日去幫鄰居納鞋底換雜涼麵返嚟。
睇住嗰碗豬食都不如嘅苦菜湯，聯想到城裏受到嘅凌辱同半生嘅潦倒痛苦，將阿牛積壓咗32年嘅自卑怒火同屈辱，喺呢一瞬間徹底失控咗。飲，日日都係呢啲狗屁不如嘅野菜湯，老子喺外面俾人當狗咁打，返到屋企就食呢種豬。食將阿牛突然暴起，猛咁一甩手臂，將陳氏手裏嘅破瓷碗重重砸落地上，啪，爛口嘅瓷碗跌到粉碎綠色嘅野菜，湯浪到滿地都係。唔少咗喺陳氏發霉嘅草鞋上面，陳氏嚇咗一大跳，僵喺原地，面色蘇白咁面，朝住暴怒嘅阿仔，將阿牛雙眼通紅，好似發怒嘅野獸咁衝住陳氏破口大罵。別人屋企嘅阿媽一係有錢有勢，能幫阿仔置辦家業；一係精明能幹，能幫阿仔揾個好出路。你呢？你除咗哭，除咗做呢啲破鞋底，你仲識啲咩？你冇本事，點解要生我出嚟？你生我出嚟就係要我喺呢個世上受苦受罪，好似俾人踩喺腳底咁欺負。我將阿牛讀書不成，做生意排光，連個老婆都娶唔到，全村人都喺背後笑我係個廢柴。我落到今日呢個地步，全係因為你呢個冇用嘅老嘢拖累嘅。你根本就係個禍害，係個喪門聲、咆哮聲喺敖宅嘅茅屋裏狂暴咁回貨，夾雜住窗外隆隆嘅雷聲。陳氏如遭雷擊。佢面透住雙唇，眼裏滿係難以置信嘅震驚同劇痛。嗰雙失明嘅眼睛裏，兩行乾落嘅眼淚終於無聲咁滾落嚟。佢萬萬冇想到，自己傾盡一生血淚，放棄咗改嫁，熬瞎咗雙眼愣養長大嘅阿仔，竟會將所有嘅不幸同屈辱，通通怪罪喺佢身上。睇住阿媽嗰雙瞬間失去所有光彩，充滿咗絕望同悲傷嘅眼睛，將阿牛心中嘅怒火瞬間熄滅咗，取而代之嘅係一股巨大嘅恐慌同愧疚。阿媽，我將阿牛張開個口，聲音發抖，想要上前扶住阿媽，陳氏卻冇講話，亦冇哭出聲，佢只係緩緩蹲下身去，用嗰雙布滿老骸、傷痕累累嘅手，一點點去落地上嘅瓷碗碎片，佢隻手劇烈咁震緊，一片杜利嘅瓷碗碎片割破咗佢嘅手指，鮮血滴答滴答咁落喺泥地上，佢卻旁行感覺唔到絲毫疼痛咁，只係默默咁種住。係阿媽冇本事，係阿媽拖累咗你。陳氏低住頭，聲音輕到好似一陣風，透住無盡嘅淒涼同絕望。阿牛唔好嬲啦。聽日阿媽就算去乞食，都幫你乞碗飯食。睇住阿媽鳩龍如廢工嘅背影，以及嗰啲染血嘅瓷碗碎片，張阿牛狠命抽咗自己一個耳光，痛痛一聲跪倒喺地。阿媽，我錯咗，我剛才係鬼迷心癟，我講嘅係混賬話啊！然而講出去嘅惡言就好似湧出去嘅毒水，點都收唔返。嗰晚母子二人相對無言。敖宅嘅茅屋裏瀰漫住一股令人窒息嘅死寂。雨落咗一整夜，直到快天亮，雷聲先至漸漸收散，化作一陣陣絲絲滋汁嘅細雨，砸喺房檐上，沿着發黑嘅泥瓦滴落喺門前嘅泥坑裏，發出單調而沉悶嘅響聲。將阿牛喺一張吱呀作響嘅硬板床上整整翻咗一夜。呢一夜佢只要一閉上眼睛，腦海裏浮現嘅全係暴雨夜裏阿媽陳氏嗰雙失明而絕望嘅眼睛，仲有佢嗰雙因為彈碎瓷片而被劃到鮮血淋漓嘅手。嗰一陣陣刺痛感，好似一把把動刀子喺佢嘅心窩裏反復宰割。佢恨自己嘅無能，恨命途嘅殘酷，更恨自己嗰一瞬間喪盡天良嘅惡言。天光蒙蒙亮，東方泛起一層慘白嘅光暈，空氣裏飄散住一股泥土嘅腥氣同刺骨嘅寒意。將阿牛翻身下床，因為昨晚被打嘅傷勢未愈，
渾身骨頭縫裏都透住一股酸痛。佢裹緊咗破爛嘅麻布短衫，打算趁住天早入山冚一捆濕柴，拉去城裏碰碰運氣，哪怕只換翻幾文錢，都要幫阿媽買一碗熱騰騰嘅豆腐花，當面同佢磕頭賠罪。佢赤住腳走過陰暗狹窄嘅破廚房，廚房嘅牆角裏靜靜咁擺放住一口水缸。嗰口水缸係用黑褐色粗陶燒製而成嘅，足有半人高，係將阿牛早上留落嚟嘅舊嘢。半年前緬北遭遇大旱，村裏嘅井水全都寬闊咗。呢口水缸亦早就滴水不成，缸底積滿咗厚厚嘅灰塵落葉，以及蜘蛛網平日裏將阿牛連眼皮都唔會抬一下。然而今日，當將阿牛提住柴刀穿過廚房嗰陣，餘光無意間掃過水缸，身形卻猛咁頓住咗喺嗰個幽暗乾涸嘅水缸底部，竟然隱隱約約透出一股刺眼嘅白光。將阿牛愣咗一下，以為係自己一夜未睡，產生咗幻覺。佢揉咗揉乾紅住嘅雙眼，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咁面溜到水缸邊緣，探住頭朝嗰個深邃嘅缸底望去。呢一眼令佢如遭雷擊，整個人僵咗喺原地，連呼吸都徹底停滯咗。只見嗰個滿係塵土同枯液嘅缸底，赫然靜靜咁躺住一袖沉甸甸、明晃晃嘅白銀。嗰啲銀紙呈精緻嘅旋奏形狀，表面嘅金屬光澤喺晨曦嘅微光下顯得極其耀眼。袖面上甚至仲清晰咁壓住官府發行嘅房記印記，嗰係整整10兩重嘅大白銀。呢袖嘢係邊度嚟㗎？將阿牛倒吸一口涼氣，只覺得一股涼氣由腳板底直衝頭頂。佢揉咗2次眼睛，甚至狠狠地咬咗自己隻手指一下。劇烈嘅劇痛同口裏泛起嘅一絲血腥味話俾佢知呢個唔係夢。佢好似發咗瘋咁，扮倒喺水缸旁，整個人半爬進水缸裏，用哆哆嗦嗦嘅雙臂將嗰袖冰涼沉重嘅白銀死死攬喺懷裏。銀紙沉甸甸嘅質感極其真實，10兩白銀啊！喺溫北呢片貧瘠嘅山區，一個普通5口之家省食啱用，足足能過上整整2年嘅舒坦日子。對於窮到連碗野菜湯都飲唔上嘅張家嚟講，呢無疑係一筆難以想象嘅天降巨款。邊度嚟嘅？難道係昨夜大雨把邊個屋企埋喺後山泥土裏嘅銀紙沖咗入我屋企？定係邊位過路嘅先人顯靈？可憐我哋母子農，將阿牛捧住銀紙，激動到渾身劇烈發抖，眼眶瞬間紅咗。有咗呢10兩銀紙，張家館臨絕境嘅生活喺一天之內發生咗翻天覆地嘅巨變。將阿牛連柴都唔冚啦，懷揣住嗰袖沉甸甸嘅白銀，一路狂奔去咗城裏嘅銀號。佢將大銀換成咗5寸響當當嘅黃銅錢，同幾塊方便買嘢用嘅碎銀。出咗銀號之後，張阿牛就好似換咗個人咁，走起路嚟昂首挺胸。佢一口氣買下咗20斤上好嘅雪白精麵，30斤大米，2壇香氣百味嘅芝麻油，仲喺肉鋪前大手一揮，買下咗整整5斤半肥瘦掛住油花嘅五花腩。唔單止咁，佢路過裁縫鋪嗰陣，一眼瞧見咗雲窗裏掛住嘅新製棉衣，佢毫不猶豫咁掏出碎銀，幫阿媽陳氏挑選咗一件厚實保暖嘅深藍色棉倉，配上一條軟熟嘅厚棉被，以及一頂能遮擋風寒嘅齊帽。當將阿牛背住大米麵粉，提住豬肉同新棉衣推開家門嗰陣，陳氏正爭咗喺床頭，手裏仲緊緊捏住昨夜未縫完嘅破鞋底。阿媽，你快睇，我哋有錢啦，我哋唔使挨餓啦。張阿牛潘通一聲跪倒喺阿媽床前，將嗰一包包香噴噴嘅食糧同暖和嘅棉衣全堆喺陳氏面前。陳氏雖然雙目失明，但鼻尖聞到咗久違嘅白米香同鮮肉氣，雙手摸到咗柔細嘅新棉布，整個人完全驚呆咗。阿牛，呢啲錢邊度嚟㗎？
你係咪做咗啲違法反紀嘅勾當啊？陳氏聲音發抖，滿臉惶恐咁拉住阿仔嘅手，將阿牛連忙解釋道：阿媽，您放心，呢啲係阿仔今日喺後山劈柴嗰陣喺崖壁縫隙裏勒到嘅母主官銀，係老天爺睇我哋母子可憐降下嘅福報啊！聽咗阿仔嘅解釋，陳氏謹行嘅心弦終於鬆咗落嚟。佢抱着嗰件新棉衣，摸住上面溫暖嘅棉花，兩行混蕩嘅眼淚再次流落嚟，但呢一次卻係欣慰同感動嘅淚水。嗰天中午，張家嘅破茅屋裏第一次飄出咗濃郁無比嘅豬肉煲粉條香氣。張阿牛親自下廚，將啲肉切到大塊大塊，熬到湯汁濃郁。佢恭恭敬敬咁端住滿滿一碗白米飯同肥肉送到阿媽嘴邊，殷勤咁侍候。陳氏食住香噴噴嘅飯菜，摸住身上暖和嘅新棉衣，面上終於露出咗數年來久違嘅微笑。將阿牛跪喺地上磕頭抱罪。陳氏更係慈愛咁摸住阿仔嘅頭，鐵底圓攏咗暴雨夜裏阿仔嘅失控。然而10兩銀子睇似唔少，卻終究經唔起坐吃山空，更禁唔住人性探侵嘅侵蝕。過慣咗苦日子嘅張阿牛喺得到咗金錢帶來嘅尊嚴同甜頭後，心中嘅虛榮心好似脫穩緊嘅野馬咁瘋狂滋長。佢喺村裏受夠咗白眼，如今懷裏有咗錢，便迫唔及待咁想喺村裏揚眉吐氣。佢唔再去劈柴做嘢，每日穿着新做嘅演掃馬褂，喺靠山村嘅大路上耀武揚威咁行街。遇到平日裏嘲笑過佢嘅村民，佢便故意掏出碎銀紙喺手裏掂一掂到叮噹響。到咗鎮上嘅茶館，佢更係大手一揮，幫相識唔相識嘅人全部埋單。聽住別人口中一聲聲張老爺、張大哥嘅奉承，張阿牛只覺得飄飄欲仙，龐宋將半世嘅屈辱全部踩喺咗腳下。喺呢種揮霍無度嘅奢靡生活中，短短2個月嘅時間一晃而過。到咗得月初冬，寒風直中大地，漫天大雪紛飛將阿牛身上最後一文錢，終於喺鎮上嘅酒樓裏花到乾乾淨淨。屋企再次面臨絕糧嘅困境，米缸再次見底，油鹽罐子空空如也，連買柴火御寒嘅錢都冇啦。陳氏穿上咗新棉衣，雖然唔至於受凍，但肚子卻再次餓到咕咕作響。張阿牛重新跌落翻貧困同拱壁嘅無底森林，睇住光矬嘅桌板同冰冷刺骨嘅灶台，聽住窗外呼曳嘅狂風，張阿牛坐喺破木凳上，雙眼再次布滿咗血絲。呢種曾經爬上過天堂、揸過富貴滋味後，卻又被迫重重跌翻泥潭嘅感覺，比一開始就安於貧窮要折磨人千倍萬倍。佢嘅脾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暴躁同焦慮。佢喺心裏瘋狂咁日喊：錢呢？點解老天爺唔再掉10兩銀子落嚟？浸月嘅萬北山區，風雪交加，鵝毛般嘅大雪紛紛揚揚咁飄落，將靠山村原本就騎馬嘅土路鐵底風死枯曳嘅北風，好似隻餓極咗嘅野獸，順住破敗茅屋嘅牆縫同屋頂嘅破洞狂嚎住衝入去，凍到人骨頭縫裏都直冒寒氣。就喺呢個時候，一陣極其刺鼻嘅焦糊味順住門縫飄咗入嚟，瞬間充斥咗整個豪宅嘅屋子。嗰味道好似爛木頭混住糧食燒焦嘅酸苦氣，靚到人直咳嗽。張阿牛心頭一緊，一種不祥嘅預感湧上心頭。佢猛咁踢開房門，3步並作2步衝向廚房，推開廚房破敗嘅木門，裏面早就係濃煙滾滾。拉人嘅青煙熏到人連眼睛都合唔開，透過濃煙，張阿牛睇到雙目失明嘅阿媽陳氏正趴喺殘破嘅土灶台上，一邊劇烈咁咳嗽住，一邊用嗰雙滿係凍瘡同老瘀嘅手，慌亂而無助咁喺滾工嘅鍋邊裏摸索，為咗省下最後一點口糧。陳氏本想把僅剩嘅嗰把糙米熬成稀粥，
多集啲水，好歹能幫母子正郎捱過呢個大雪天。可係佢眼睛睇唔到雙手，又因為寒冷而凍到麻木。喺添柴嘅時候，一唔小心將一大捆乾松枝全塞進咗灶底，火勢瞬間失控，唔單止將粒裏嘅水燒乾咗，連帶住把嗰點珍貴嘅糙米，亦徹底燒成咗一粒黑漆漆、散發住苦臭味嘅焦炭。阿牛係阿牛嗎？阿媽把飯燒糊咗，咳咳。陳氏被濃煙熏到眼淚直流，慌亂中手背仲不慎觸碰到滾光嘅鐵蒻邊緣，降起咗一個通紅嘅水泡。佢卻顧唔得疼，滿臉驚恐同愧疚咁循住將阿牛嘅腳步聲轉過身，好似做錯事嘅小朋友咁發抖，睇住落 B 裏嗰一團焦黑嘅殘渣，嗰係佢哋母子能熬過呢場大雪嘅最後一點指望。張阿牛只覺得腦袋裏嗡地一聲，一股邪火直衝天靈蓋，餓、寒冷、貧窮帶來嘅屈辱，喺呢一刻化作咗無法遏制嘅狂怒，連餐飯都煮唔好。你仲要嚟做咩？張牛脫口而出，聲音大到幾乎要將房頂掀翻。就喺佢準備繼續破口大罵，將滿腔嘅邪火發洩喺呢個可憐嘅老婦人身上嗰陣，佢嘅腦海裏突然如同劈過一道閃電，猛咁閃過3個月前嗰個大雨滂沱嘅夜晚。嗰天晚上，佢亦係好似現喺咁，因為一碗野菜湯對住阿媽大發雷霆，用極其惡毒嘅語言咒罵咗佢。而就喺佢罵完阿媽嘅第二天清晨，嗰口坎坷嘅破水缸底，便憑空出現咗一袖10兩重嘅官銀，一個荒誕瘋狂卻又令人毛骨悚然嘅念頭，好似森林裏爬出嘅毒蛇，瞬間死人住咗將阿牛嘅心臟難度。上次嗰10兩銀子唔係咩老天爺顯靈，亦唔係仙人仔福，而係因為我罵咗佢。將阿牛渾身嘅血液澎湃，喺呢一瞬間凍結，緊接着又以一種極其病態嘅速度沸騰起來。為咗驗證呢個瘋狂嘅猜想，將阿牛硬生生將原本要出口嘅話吞翻落肚。佢深吸咗一口帶住焦糊味嘅冷氣，眼神喺濃煙中變得陰冷而毒辣。佢睇住面前嗰個因為自責而不斷抹眼淚嘅阿媽，心中再亦冇咗哪怕一絲一毫嘅親情同能穩。佢猛咁一步跨上前，一腳將旁邊嘅破水桶踢飛，指住陳氏個鼻，用盡全身所有嘅力氣，開始咗一場精心策劃嘅惡毒咒罵：老不死嘅，食我嘅，着我嘅，煮個飯都可以燒到咁嘅鬼樣。你係唔係故意要餓死我？你留喺度根本就係個傻孩，點解唔早啲去死？生我出嚟冇俾我享過一日福，反過嚟要我受氣，受足一世。你呢個盲眼嘅瘟神，嚇死咗我老豪，而家仲想嚇死我，字字鐵心，句句如刀。陳氏被呢突如其來嘅惡毒咒罵驚到渾身劇烈面抖，面色瞬間慘白如紙。佢捂住胸口蓬鬆，俾人用利刃狠狠捅咗進去，痛到連呼吸都停滯咗。阿牛，阿媽唔係故意嘅，阿媽聽日去同人哋乞食。你唔好生氣。陳氏雙腿一軟，緩緩站倒喺冰冷嘅泥地上，失明嘅雙眼裏大顆大歡樂嘅眼淚，如同斷咗線嘅珠子般滾落嚟，砸喺滿係灰陰嘅地面上。佢哭到喘唔過氣嚟，單薄嘅身痕喺寒風中猶如一片落葉。睇住阿媽極度痛苦嘅慘狀，將阿牛嘅心臟卻係一陣陣狂跳。佢冇任何停頓，連一口水都顧唔上飲，便急不及待咁轉過身，好似一陣風咁衝到咗廚房角落嘅嗰口大水缸前。水缸裏依舊係乾枯嘅，落滿咗灰塵。將阿牛死死盯着缸底，連眼睛都唔敢眨一下，雙手緊緊扒住缸緣，指甲都深深扎進咗粗糙嘅縫隙裏。一刻鐘過耗咗，2刻鐘過耗咗。就喺將阿牛漸漸感到失望，以為自己嗰個可怕嘅猜想只係個謊話嘅笑話嗰陣，不可思議嘅異象發生咗。
只見水缸底部嘅空氣忽然極其生意咁扭曲咗一下，緊接着一股刺骨嘅陰寒之氣由缸底盤旋而起，一團如同墨汁般翻滾嘅微弱黑氣喺空氣中一閃而逝。咚啦！一聲極其清脆、極其悅耳嘅金屬碰撞聲喺空疏嘅水缸裏悠悠回疏開嚟。一就比上次嗰10兩銀子更大更沉，光澤更加耀眼嘅白花花銀軸，就咁毫無徵兆咁憑空掉咗落喺缸底嘅灰塵中，將阿牛眼珠子都要瞪裂咗。佢發出一聲壓抑到極點嘅野獸般低吼，猛咁將半個身子探進水缸，一把將嗰嚿銀子死死揸喺手裏，太沉啦，太冰啦。呢嚿銀子足足有20兩，從呢一刻將阿牛所有嘅疑慮、恐懼同殘存嘅良知，都喺呢就沉甸甸嘅20兩白銀面前，勒然崩塌，碎成咗粉末。佢徹底證實咗嗰個令人發指嘅發財捷徑，只要佢破口大罵自己嘅親生阿媽，就能憑空得到銀子。而且佢敏黷咁察覺到咗其中嘅規律。上次罵得輕得10兩，呢次罵得更狠更惡毒，阿媽哭得更傷心痛苦。水缸裏掉出嚟嘅銀子就翻咗1倍，變成咗20兩。如果打佢一頓呢？如果罵到佢吐血呢？咁水缸裏面會唔會直接掉出金條嚟？廚房嘅地面上，陳氏仲喺痛苦咁抽泣住嗰淒厲嘅哭聲，喺風雪交加嘅破屋裏顯得格外悲涼。而站喺水缸前嘅張阿牛，手中緊緊攥住嗰就沾住阿媽血淚嘅20兩白銀，嘴角卻緩緩勾起咗一抹令人毛骨悚然嘅弧度。佢唔再係嗰個本分老實嘅農家漢子啦，佢嘅靈魂已經喺呢刻被無底嘅氹肉鐵底吞噬。喺呢個風雪交加嘅正午，一個依靠至親之人生理同心理嘅痛苦嚟拮取財富嘅惡魔正式誕生咗。寒冬過後，新春將至，山上面嘅冰雪漸漸融化，但靠山村裏卻掀起咗一場前所未有嘅巨浪。昔日嗰個穿爛麻布、窮到飯都冇得食，被全村人當作笑柄嘅無用鬼張，竟然喺一夜之間成咗富甲一方嘅大戶。佢喺村東面一口氣買下咗30-40沙肥沃嘅良田，又花重金將後山嗰片地基買咗落嚟，請嚟咗城裏最有名氣嘅營造木匠、散瓦匠，整整20-30號壯勞力，喺大雪初融嘅土地上破土動工。破舊搖搖欲墜嘅茅草屋被陸然推倒，取而代之嘅係一座佔地數深、飛檐斗拱、清深黛雅嘅豪華大宅院。高侵嘅圍牆用磨到光滑嘅青石砌成，大門前擺住2尊威風凜嘅石獅子，門楣上掛住一塊公金嘅大匾，上面刻然寫住張府2個大字。院子裏面雕梁畫銅，修咗遊廊同荷花池。甚至仲由城裏嘅牙行女雇咗10幾個丫鬟同僕役，每日清晨張府裏邊飆出精米麵粉同雞鴨魚肉嘅香味，炆到路過嘅村民直吞口水。村裏嘅百姓議論紛紛，邊個都講唔清張阿牛到底係喺邊度發咗橫財。有人話佢係喺深山老林裏刨到前朝將軍留落嚟嘅寶藏。亦有人話佢係遇到咗得道嘅先人賜予咗法寶，但無論大家點樣猜測，面對嗰一箱箱抬進抬出嘅真金白銀，曾經嘲笑過佢嘅村民們憤憤變咗臉，一個二個耷低頭，爭先恐後咁跑嚟巴結奉承。將阿牛穿着一領湖藍色考究嘅野生長袍，腰間掛住上好嘅羊脂白玉佩，手裏搖住節扇，走喺村裏嘅石板路上，聽住周圍人嘅奉承，佢只覺得渾身嘅毛孔都舒展開咗，嗰種將所有人嘅尊嚴踩喺腳下嘅快感，令佢鐵底沉淪。人有咗錢，自然便想到咗成家立業、光宗耀祖。鎮上有個叫秀兒嘅女子，年方19，模樣像到抱有幾分撩教，一張熬蛋臉。
一雙水汪汪嘅桃花眼，喺鎮上嘅豆腐坊裏，亦算係個小有名氣嘅風流美人。然而呢個秀兒性格極其刻薄嬲縱，極度愛慕虛榮。佢一心想嫁進豪門做發太太，對鎮上嗰啲踏實過日子嘅後生仔連正眼都唔朝一下。當佢聽講靠山村出咗個富到流油嘅張百萬嗰陣，便暗中託咗鎮上最有名氣嘅媒人婆主動上門提親。張阿牛本就係個冇見過大世面嘅粗人，一見秀兒嗰妖嬲嘅身段同僂淨嘅容貌，頓時被迷到神魂暗倒。佢當即摘下咗100兩白銀作為聘禮，又花重金辦咗一場6棟全院嘅奢華婚禮，8台大轆，吹吹打打，整整32台紅漆嫁妝，由鎮上一直排到咗靠山村。當天晚上，將府裏流水席擺咗整整50桌，村裏村外嘅人食到杯盤狼藉。張阿牛抱得美人歸，只覺得自己登上咗人生嘅蓬峰。成親之後，秀兒如願以償咁做上咗張家嘅少奶奶。佢每日穿金戴銀，拿羅亦心換住花樣村，手腕上戴住嘅金手燈重到壓手，對待府裏嘅丫鬟僕役更係動控打罵，刁蠻到咗極點。然而時間一長，精明過人嘅秀兒很快便發現咗端倪。張阿牛雖然富甲一方，但佢既唔經營城裏嘅鋪子，亦唔進山採藥賣貨，甚至連買下嘅幾十畝良田都租俾佃戶後，懶得去收租。佢每日除咗喺府裏飲茶聽戲，就係四處招搖過市，可屋企嘅金銀財寶卻好似用唔完咁，源源不斷咁憑空冒出嚟。更奇怪嘅係，張阿牛每隔幾日就會神秘兮兮咁獨自一人溜進後院嗰間偏僻陰暗嘅舊破屋裏。每次佢進去之前，屋子裏總會傳出一陣極其惡毒、令人毛骨悚然嘅破口大罵聲，而當佢出嚟嗰陣，懷裏必然會抱着沉甸甸嘅金條或者大銀軸，紙終究係包唔住火嘅。喺一個月黑風高暴、風雨交加嘅深夜，秀兒實喺案內唔住內心嘅好奇，偷偷躝手腳咁跟喺張阿牛嘅身後。佢借住漆黑嘅夜色掩護，溜到咗後院偏房嘅窗角下，貼住發霉嘅木窗縫隙，照屋裏張望。屋內嘅殘燭搖曳，散發出昏黃微弱嘅光芒。只見破舊嘅木塔上，形容枯槁、瘦到只剩下一把骨頭嘅陳氏，正蜷縮喺被褥裏，因為寒冷同恐懼而劇烈咁發抖。陳氏嘅雙眼早就失明。乾癟嘅嘴唇微微蠕動住，連哭喊嘅力氣都冇啦。而平日裏喺外面趾高氣昂嘅張阿牛，呢刻正好似隻惡人而噬嘅兇惡野獸，站喺床前，指住陳氏個鼻，用盡天下最惡毒、最下流嘅語言肆意咒罵：老不死嘅，食我嘅，着我嘅，點解唔早啲咽氣？你呢個喪門星，活着就係為咗浪費老子嘅米糧，你點解唔去死下地獄去啦？咒罵聲歇斯底里，令人發指。窗外嘅秀兒嚇到倒吸一口涼氣，捂住咗嘴巴。然而仲未等佢由震驚中緩過神嚟，更加不可思議嘅一幕發生咗。喺張阿牛罵完最後一句話嘅瞬間，偏房角落裏嗰口舊水缸底突然憑空閃過一道詐異嘅黑氣，緊接着當啷一陣脆響，兩隻黃澄澄亮嚇人眼嘅大金條憑空跌落缸底。張阿牛滿臉狂喜，好似餓狗搶食咁，獲過號將金條抓喺手裏，放喺嘴邊，狠狠咬咗一口，發出瘋子般嘅狂笑。趴喺窗外嘅秀兒將呢極其嘥意而恐怖嘅全過程睇喺眼裏，按照常人邏輯，睇到呢種憑空變錢、虐待親母嘅怪事，定會嚇到魂飛魄散，以為係撞咗邪魔妖道。可秀兒本就係個自私透頂、利益至上嘅鬼符，喺短暫嘅震驚之後，佢嗰雙細長嘅三角眼瞬間迸發出一種實熱瘋狂嘅貪婪光芒。喺佢睇來，
陳氏不過係個半死不活、毫無用處嘅老太婆，能用幾句難聽嘅罵聲換來源源不斷嘅黃金白銀，呢簡直係天底下最划算、最輕鬆嘅買賣。知啊！秀兒一把推開咗偏房嘅木門，踩住御花鞋徑直走咗進來，將阿牛嚇咗一大跳，手中嘅金條差點掉喺地板上。佢面色劇變，眼裏閃過一絲殺氣，厲聲呵斥道：你點解跟過嚟？邊個俾你入嚟嘅？然而秀兒面上冇任何害怕嘅神色，反而扭住腰肢走到張阿牛身邊，一把搶過佢手中嘅金條，放喺面前仔細端詳住，笑到花枝亂鳳。我嘅好夫君，你分到我好苦啊！原來我哋屋企呢啲堆到好似山咁高嘅金銀財寶，竟係咁樣變出嚟嘅。張阿牛有些心虛咁睇咗睇床上扎軟嘅阿媽，又睇咗睇老婆，支支吾吾咁講：秀兒，你唔覺得呢好邪門咩？邪門？邊度邪門啊？呢係老天爺想俾我哋嘅富貴。秀兒啐咗一口，挑起眉毛，眼神裏滿係狠毒同爹男。佢拉住槍阿牛嘅胳膊，喺一旁煽風點火，妖聲妖氣咁嘀咕道：夫君，我睇你剛才罵得仲係太輕啦。你睇睇我哋呢座宅子，仲缺個後花園，我仲想喺城裏買2套臨街嘅鋪面呢。再講啦，我過幾日去城裏珠寶閣睇中嘅嗰串翡翠項鏈，要整整500兩銀子。你聽日罵得再狠啲，最好把呢個老不死嘅罵到落唔到床，說不定呢個水缸裏就能直接掉出金山嚟。聽住老婆呢番喪盡天良嘅教唆，張阿牛先係一愣，隨即心中最後嘅一點不安徹底煙消雲散。佢睇住手中金순순嘅金條，又睇咗睇面前美冤而惡毒嘅嬲妻，嘴角緩緩勾起一抹殘忍嘅笑容。好聽你話，聽日老子罵得更狠。喺岳父嘅彭勇同自身無休止譚玉嘅肆意橫行下，張阿牛心底最後嘅一絲人性，終於鐵底龍喪喺咗無邊嘅黑暗之中。喺金錢嘅瘋狂誘惑同岳父秀兒嘅煽風點火下，辱罵親生阿媽陳氏，由最初帶住不安同罪惡感嘅試探，鐵底變成咗張阿牛每日早晚例行嘅公事。每日清晨，當東方剛剛吐出白沫，張阿牛便披住貂皮大衣，嘴裏叼住長長嘅煙斗，幫住崇張嘅步伐踱步嚟到後院偏房。佢唔分青紅皂白，推開門便係一頓劈頭蓋臉嘅惡毒咒罵。老不死嘅今日嘅茶水點解咁空？你係想框死老子，好分老子嘅家產咩？狗一樣嘅東西！今日點解下雨啦？定係你呢個喪門星黑嘅天氣同我跪低，跪喺地上同老天爺磕頭？朝你着到呢副破爛樣出去俾村裏人睇到，係想丟我張100萬嘅人咩？你點解唔吊頸死算啊？留住呢口氣喘俾邊個睇？飯菜嘅鹹淡，天氣嘅陰晴腳下，傾咗一下石頭。甚至喺城裏同人賭錢，輸咗幾文錢，都成咗張阿牛肆意虐待陳氏嘅藉口。佢越罵越熟練，語言亦越嚟越惡毒，專門往陳氏最痛嘅心窩裏戳。而妖妻秀兒更係有過之而無不及。佢每日領住2個粗壯嘅丫鬟，趾高氣昂咁走進偏房。只要睇到陳氏冇把衣服洗乾淨，或者行動遲緩咗啲，秀兒便用嗰留住長指甲嘅手指，狠狠令陳氏胳膊上嘅軟肉，甚至拎官花針暗中扎陳氏嘅背脊。陳氏嗰堪比瘦弱嘅身體上，新傷壓住舊傷，青一塊紫一塊，冇一處完好嘅皮膚。每當張阿牛同秀兒喺偏房裏罵到口乾舌燥，聲嘶力竭，將陳氏折磨到伏喺地板上痛哭流涕、抽搐抽泣嗰陣，偏房角落裏嘅嗰口大水缸裏便會準時傳來令人心醉嘅砸缸聲。當啷當啷，一袖罩黃澄澄、沉甸甸嘅金條，或者白花花、耀眼無比嘅銀袖，如同長永唔停息嘅財富之雨，憑空跌咗落缸底，
張阿牛同秀兒便好似兩隻氹藍嘅野狗咁，爭先恐後咁趴進水缸裏，將嗰啲沾滿阿媽血淚嘅金銀抱喺懷裏，發出啲狂而滿足嘅低笑。而可憐嘅陳氏到死都唔知自己嘅親生阿仔點解會變成咁樣一個額人而逝嘅吸血魔鬼。喺陳氏嗰極其過數而固執嘅觀念裏，佢只以為係自己做得唔夠好，係自己老咗嚇咗，成咗阿仔嘅累貨，才惹到阿仔同兒媳如此厭惡。為咗唔俾阿仔添亂，為咗保住呢個來之唔易嘅富貴家，陳氏選擇咗全盤忍受。佢唔敢反抗，唔敢哼解，甚至連哼都唔敢哼一聲。每日佢縮喺豪宅最偏遠、最陰暗嘅嗰間偏房裏，任由張阿牛同秀兒打罵佢嘅眼淚流乾咗雙眼，鐵底失明，再亦睇唔到一絲光亮。佢嘅身體以肉眼可見嘅速度萎縮觀比下去皮包骨頭，如同一株正喺被白蟻啃噬、迅速枯萎嘅柳木。而張阿牛則鐵底淪為咗金錢同虛榮嘅奴隸，佢嘅財富積累到咗一個令人發指嘅地步，城裏嘅百姓同官府都尊稱佢為張百萬。然而，張阿牛雖然喪盡天良，心裏卻依然殘存住對未知神罰同因果嘅恐懼。為咗掩蓋自己嗰不可告人嘅罪惡捷徑，亦為咗博取名聲，求得心中嘅安穩，張阿牛開始用呢啲換嚟嘅金銀喺外面鋪張浪費咁廣積善德。佢喺建陽縣城外捐錢修織咗一座跨江嘅長石橋，幫橋起名叫大孝橋。佢逢年過節便喺城門口擺設竹棚，施捨白米粥救濟方圓百里嘅災民。佢甚至仲出資整整3000兩白銀。喺後山頂上興建咗一座金碧輝煌嘅觀音閣，重塑佛像金身。喺外人嘅眼裏，張百萬係個名震萬北嘅頂級大善人，孝順至極嘅大孝子。每當佢乘坐住4台大駱穿過街市，百姓們無不夾道歡呼，讚冧佢嘅功德。可邊個又可以想到喺呢座金碧輝煌嘅張家大院深處，喺嗰間散發住霉味同血腥氣嘅偏房裏，每日都喺上演住人間最慘烈、最滅絕人性嘅倫理悲劇。張阿牛用親生阿媽嘅血淚、尊嚴同靈魂，源源不斷咁榨取住金錢，搭建起咗一座通往無盡虛榮同享樂嘅黃金天堂。佢沉浸喺呢虛幻嘅榮華富貴中，完全冇注意到嗰座宏偉嘅張家大宅上方，一股濃郁如墨、腥臭無比嘅無形死氣正喺悄然凝聚。張家嘅財力同名聲喺第4年達到咗無與倫比嘅鼎盛。據城裏嘅傳言，張百萬屋企嘅地下藏寶庫已經擴建到咗3個裏面，堆滿咗成箱嘅黃金、白銀、翡翠同瑪瑙。連建陽縣嘅新任知府大人見咗張阿牛，亦得禮讓3分，叫佢一聲張老先生。然而天地昭昭，因果不爽，盛極必衰嘅鐵律終究降臨咗。呢一年嘅初夏時節，靠山村外嘅山道上嚟咗一位雲遊四方嘅老道士。呢個老道士穿着一身洗到發白嘅破爛道袍，頭戴一頂斜歪嘅草帽，腳踏一雙露住腳趾頭嘅破草鞋，手裏仿多住一把毛都快拔光咗嘅舊蒲扇。佢睇落風塵僕僕，如同一名尋常乞食嘅瘋子。然而嗰雙藏喺濃密眉毛下嘅眼睛，卻偶爾閃過一道精光，透出一種洞察世間萬物生死輪迴嘅睿智同超脫。老道士一邊搖住蒲扇，一邊哼住不知名嘅山歌，緩緩步入咗靠山村。可當佢剛走到靠山村口，抬眼睇向村東面嗰座氣派非凡、佔地極廣嘅張家大宅嗰陣，老道士嘅腳步卻猛咁頓住咗，面上嘅笑容瞬間消失到無影無蹤。喺佢嘅法眼觀照之下，嗰座睇似金碧輝煌、雕梁畫圖嘅張家大宅上方邊度有咩積善人家應有嘅祥瑞紫氣？嗰高槽嘅青壓大牆之上，
分明被一層濃郁到如墨汁般翻滾嘅滾滾黑氣死死籠罩。嗰黑氣腥臭，無比盤旋喺半空中，隱隱散發住一股令人毛骨悚然嘅慘烈哀嚎同沖天怨毒。作業啊，天作業猶可耶，自作業不可活。老道士掌燈一聲搖咗搖手中嘅破蒲扇，眼神中滿係悲愍同憤怒。天地間竟有如此大逆不道、弑親若母之慘案，因果重生，惡果已熟。老道士唔再哼歌，提住蒲扇廊開大步，徑直朝張家大院嘅大門走去。張家大門前，幾個身穿那羅爾哨嘅兇惡家丁正橫眉冷對見係個乞衣咁嘅破道士走過嚟。為首嘅家丁頭目頓時啐咗一口，揮舞住手中嘅粗木棍，罵道：邊度嚟嘅乞食死道士，睇清楚啦！呢度係張百萬張老爺嘅府邸。識上嘅趕緊滾，唔好撞咗我哋屋企老爺嘅財氣。老道士微微一笑，亦唔答話，只係手中嘅破蒲扇輕輕一揮，一股無形而龐大嘅沛然巨力如風暴般捲過。幾個不可一世嘅家丁只覺得身體一輕，連反應都來唔及，便被呢股巨力平平推開咗數丈遠，橫七撲八咁倒喺泥地上，動彈不得。老道士身形如電，縮地成寸，瞬間越過咗朱紅色嘅高大門笠，直奔張家大院最深處嘅後院偏房而去。此時此刻，陳氏正隔咗喺偏房門前冰冷嘅泥地上，佢形同枯木身上蓋住一塊發霉嘅破布，雙眼凹陷，看夫嘅手指正無意識咁夾住地上嘅泥土。老道士定睛一睇，不禁倒吸咗一口涼氣，連手中嘅蒲扇都差點掉喺咗地上。只見陳氏嗰瘦弱健背，幾乎攻成蝦米狀嘅脊梁骨上，赫然趴住一隻極其巨大、拎地可怖嘅兇惡異獸。嗰異獸形狀如同一隻巨型大口蝦毛，全身長滿咗密密麻麻、不斷斬動住嘅血紅色怪眼。嗰怪獸張住一張血盆大口，口中伸出一根粗壯帶住倒刺嘅管狀黑舌，直接深深刺入咗陳氏嘅心口同脊髓深處，氹男舞蹈咁吸食住陳氏體內殘存嘅精血、壽命同最後一絲親情怨氣。每當陳氏因為心口劇痛而抽搐一下，或者眼角流下一滴玩綠嘅眼淚，嗰怪獸身上嘅數千隻紅眼便會興奮咁眨動，隨後怪獸尾端枯地噴出一團黑氣，當啷一聲喺尾部跌出嚟一條黃澄澄嘅金條，滑入牆角嘅嗰口大水缸中。呢正係傳說中寄生於人心惡念、專食至親血肉壽命嘅至凶之物驅怨獸，吸至親之血，食慈母之肉，換滿堂之金，人若喪心病狂至此，與惡鬼何異？老道士氣到渾身發抖，眼裏怒火噴湧。就喺老道士睇住嗰頭恐怖嘅驅怨獸發怒之際，前廳突然傳來一陣喧鬧嘅腳步聲，只見張阿牛穿着一身湖藍色嘅巧舊嘢牛馬褂，腰間搭住金絲編成嘅腰帶，手裏捏住一支純銀打造嘅煙斗，喺一群丫鬟僕役嘅簇擁下，趾高氣昂咁走咗過嚟。喺佢身邊，腰妻秀兒挽住佢嘅手臂，頭上插滿珠翠，走起路嚟花枝招展，面上掛住不可一世嘅傲慢。張阿牛剛走到後院，便睇見自家幾個兇惡嘅家丁橫七八咁站倒喺地，而一個破衣爛衫嘅老道士正站喺偏房門口，對住嗰間發霉嘅屋子發呆。張阿牛嘅面色頓時陰沉咗落嚟。佢如今係名震全院嘅張百萬，連知府大人都要俾3分薄面，哪能容忍一個乞食似嘅瘋道士喺自家府邸橫行霸道？邊度嚟嘅臭道士敢跑去老子嘅後院撒野，仲敢動手打我張府嘅人？張阿牛啐咗一口唾沫，指住老道士厲聲呵斥道：來人同我拎木棍，把呢個唔搶眼嘅東西打出去，打斷雙腳，扔落深溝。後院裏幾個聞訊趕嚟嘅壯乖家丁聞言，
立刻拎起夾波粗嘅白木棍，呼啦一下圍咗上嚟。面對10幾條兇惡嘅木棍，老道士面上冇絲毫遺色。佢微微搖咗搖手中嘅破蒲扇，口中倒吸一口冷氣，對住迎面衝嚟嘅家丁輕輕吹咗一口氣，嗌那間一股冰冷刺骨嘅陰風憑空刮起。嗰幾名壯乖嘅家丁只覺得周身血液磅神凍結，雙腿沉重如籃，被死死震喺原地，任憑佢哋點樣用力，連半步都踏唔出去。張阿牛見狀，嚇到面色一白下，意識咁後退咗半步，手中嘅銀煙斗差點掉喺地板上。你到底係人係鬼？你想做咩？張阿牛命聲喊道。老道士踱步走到張阿牛面前，眼神裏冇怒火，唯有一股睇穿世事悲涼嘅痛惜。佢抬起手中嘅破蒲扇，指住張阿牛嘅鼻尖，沉聲喝道：張阿牛，你以為你呢滿堂富貴、堆山積海嘅金銀財寶係由何而嚟嘅？你以為係上天垂青你斟俾你嘅福報咩？愚蠢至極，喪心病狂。老道士嘅話如同一道重雷喺張阿牛耳邊炸響，張阿牛心頭猛咁一震，一種隱秘被戳穿嘅慌亂同恐怖襲上心頭，但佢依舊強撐住膽子，硬住脖子喊道：你胡說八道咩？本老爺嘅錢係本老爺做大生意賺嚟嘅，關你呢個臭道士咩事？做生意，你做嘅係噬親岳母剝皮抽筋嘅血肉生意。老道士猛咁一甩衣袖，指向偏房門前紮座嘅陳氏，厲聲道：你睜開你嘅狗眼睇睇，你阿媽嘅脊梁骨上赫然趴住一隻吸血噬魂嘅區怨獸。你每一次對你親生阿媽嘅辱罵、虐待同掙踏，都係喺攞住一把紅刀子，狠狠刺入佢嘅心口同骨髓。你水缸裏掉出嚟嘅每一兩金條，每一袖白銀，都係你阿媽體內滴落嘅鮮血，耗盡嘅精氣同斷絕嘅壽命所化。你用你親生阿媽嘅性命，充當咗你享用榮華富貴嘅燃料。你呢種大逆不道、滅絕人性嘅畜生，天地不容。老道士嘅聲音字字錚重，如同黃鐘大怒，震到整座大宅嘅青山瓦片都喺微微發抖。然而張阿牛與秀兒皆係肉眼凡胎，邊度睇得到咩趴喺背上嘅惡獸？秀兒喺一旁聽得真切，佢先係一愣，隨即虧負般嘅脾氣爆發開嚟。喺佢睇來，呢個老道士分明就係嚟裝神弄鬼、破人財路嘅瘋子。萬一呢件事傳出去，影響咗張家嘅聲譽，佢呢個佛太太嘅寶座耗能坐得穩，邊度嚟嘅死騙子？少喺呢度妖言惑眾，秀兒猛咁衝上前，單手叉腰，指住老道士嘅鼻顎，狠狠咁啐道：我哋張家嘅金條銀子係老天爺俾嘅，嗰個老太婆本就係個半死不活嘅廢人，食我哋嘅住我哋嘅。俾人罵兩句有咩大不了啊？輪到你呢個臭乞衣喺度指手畫腳。老道士睇都冇睇秀兒一眼，只係雙眼死死盯着張阿牛，下咗最後嘅通牒：張阿牛，你阿媽本有90長壽，係個福澤深厚嘅長壽之人，可如今被你同你呢個岳父日夜折磨精血，早就耗盡，骨髓鐵底空虛，油盡燈枯，活唔過3日啦。老道睇喺天地上存一絲善念份上，勸你最後一句：懸崖勒馬，迷途知返，立刻跪喺你阿媽面前磕頭殮悔，將你屋企嘅金銀財寶散，盡俾方圓百里嘅貧苦百姓修建橋樑竹棚，或許仲能喺九泉之下保留一絲人性，保住你一條賤命。倘若你依舊執迷不悟，一旦你阿媽3日後咽氣，區怨獸失去食物來源，佢第一個轉頭發誓嘅就係你呢個罪魁禍首嘅宿主，散盡家財。呢4個字像係一把重修，狠狠砸喺左張阿牛嘅心坎上，將阿牛嘅臉瞬間扭曲成咗一格中地嘅形狀。散盡家財，重新翻去過嗰種穿住爛破鞋、啃住樹皮喺風雪夜裏俾人踩喺腳下凌辱嘅窮日子，
唔絕不可能嗰種生不如死嘅滋味。佢呢世再亦唔想體會第二次啦。比起失去眼前嘅榮華富貴、大宅撈妻，咩親情、道德，甚至連老道士口中嘅反噬，都被佢徹底抱到咗腦後。貪婪同邪念已經徹底質地佔咗佢嘅大腦。一派胡言，瘋子、死騙子，將阿牛歇斯底里咁咆哮起來，雙眼布滿咗猩紅嘅血絲。你想騙老子嘅金條？門都冇同我殺咗佢，邊個要係能砍斷呢個臭道士嘅狗腿？本老爺上銀100兩，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幾個原本被定住嘅家丁受咗重金誘惑，竟然硬生生掙脫咗陰風束神，抄起殺豬刀同鐵塵，紅住眼招老道士拔咗過嚟。老道士睇住陷入瘋魔狀態嘅張阿牛，眼裏最後嘅一絲悲憐徹底熄滅咗。佢長攣咗一聲，緩緩搖咗搖頭。天作孽，猶可疑；自作孽，不可活。因果輪迴，報應不爽。3日之後，黑氣見頂，便係爾等覆滅之時啊！老道士嘅聲音仲喺院子裏悠悠回刀，可佢嘅身形卻喺眾目睽睽之下，化作咗一道清冷無形嘅神風。憑空消失到無影無蹤，只留落滿院子面面相虢嘅家丁，以及面色慘白、渾身直冒冷汗嘅張阿牛。老道士化風而去後，張阿牛表面上依然罵罵咧咧喺度大叫，嗰係騙人嘅法術，但內心深處一股巨大嘅不安同陰霾，卻如腐骨之軀般籠罩住佢。為咗驗證老道士嘅話到底係唔係威嚇，亦為咗自欺欺人，接落嚟嘅2天裏，張阿牛硬係一步都冇踏進後院偏房，亦冇對陳氏講上一句重話。結果正如佢所料，冇咗對阿媽嘅辱罵同折磨，後院嗰口大水缸裏，整整2天2夜，連1文錢都冇掉落出嚟。到咗第3天晚上，天色黑到可怕，萬北嘅山區再次颳起咗狂風豆大嘅雨點傾盆而下，電閃雷鳴，狂風直掙住樹枝，砸喺張家大宅考究嘅琉璃瓦上，發出令人心驚肉跳嘅碎裂聲。呢個天氣同4年前張阿牛第一次罵阿媽得銀嘅嗰個暴雨夜一模一樣。張阿牛坐喺臥室嘅紅木大床上，捋轉反側，心神不寧。窗外嘅雷聲每響一次，佢嘅心臟便猛咁抽搐一下終究。喺嗰股強烈嘅好奇同不安驅使下，張阿牛披上一件衣裳，冒住暴雨，悄悄嚟到咗後院偏房，推開吱呀作響嘅破木門。屋裏散發住一股濃重嘅死氣同霉味。陳氏靜靜咁躺喺破舊嘅木榻上，佢嘅面色呈現出一種死人般嘅灰敗，呼吸極其微弱，胸口半天先至能起伏一下。裸露喺外面嘅雙手，瘦到只剩下2根乾枯嘅柴棒，冰涼到冇半點人氣。老道士講得冇錯。陳氏確實已經到咗油盡燈枯嘅二流之際，似乎係感應到咗阿仔嘅腳步聲。原本陷入昏迷嘅陳氏，極其難咁分開咗嗰雙早就失明凹陷發黑嘅雙眼。佢睇住張阿牛站嘅方向，用盡全身最後嘅一絲力氣，飯唞住伸出咗嗰雙枯柴般嘅手。阿牛啊，陳氏嘅聲音極其微弱，像係一束隨時都會被風吹散嘅細煙。張阿牛睇住阿媽嗰副淒慘嘅模樣，心頭莫名咁刺痛咗一下。鬼使神差，咁佢緩步走上前去，蹲喺咗床邊。陳氏嗰冰涼嘅手指緩緩摸上咗張阿牛嘅念過佢嘅手，粗糙如砂紙。上面全係當年為咗能養張阿牛而留落嚟嘅傷痕同凍瘡。阿牛啊，阿媽要走啦。陳氏眼角流下咗2行清淚，聲音斷斷續續：以後冇人俾你做飯啦，自己要照顧好自己啊！聽住阿媽臨終前嘅叮禮，張阿牛嘅心臟劇烈咁抽搐住，一陣久違嘅血脈親情旁送，要喺胸膛深處破土而出。阿媽陳氏嘅嘴唇微微蠕動住，面上勾勒出一抹極其慈祥、極其包容嘅笑容。阿媽唔怪你。
阿媽知你喺外面受咗苦，只要你好好地，阿媽就放心啦。講完最後一句話，陳氏嗰摸住將阿牛練臂嘅手，重重咁耷拉咗落去，再亦冇咗聲息。老化後腰，陳氏鐵底咽下咗最後一口氣，就喺陳氏咽氣嘅呢一瞬間，天地間突然響起咗一聲毀天滅地嘅炸雷，勒隆一聲巨響，刺眼嘅白光將整座張家大宅照到通亮。張阿牛仲未嚟得及由阿媽離世嘅複雜情緒中回過神嚟，只聽見前院同地下藏寶庫嘅方向突然傳嚟咗妖妻秀兒極其尖度、極其恐慌嘅慘叫聲。錢我嘅金條，我嘅翡翠，張阿牛心頭劇震，發瘋般衝出偏房，跌跌撞撞咁朝地下藏寶庫跑去。當佢推開藏寶庫沉重嘅鐵門嗰陣，眼前嘅一幕鐵底將佢推入咗絕望嘅森林。只見藏寶庫裏嗰原本堆積如山、黃澄澄嘅金條、白花花嘅銀袖，以及價值連城嘅翡翠瑪瑙，喺陳氏斷氣嘅呢一刻，竟然以肉眼可見嘅速度失去咗所有嘅光澤。金銀變成咗飛灰珠寶，變成咗發黑發臭嘅廢鐵，成箱嘅庭錢化作咗惡臭難聞嘅腐爛泥土。我嘅錢，我嘅財寶。秀兒好似個瘋子咁爆上去，用雙手去揸嗰啲黑炭同泥土，卻被嗰股刺鼻嘅惡臭熏到嘔吐，唔止歇斯底里咁尖叫住。仲未等張阿牛反應過嚟，地面突然開始咗劇烈嘅晃動，強烈嘅地震毫無徵兆咁爆發咗。張家嗰座佔地數生、清散黛雅嘅豪華大宅院，省牆紛紛開裂。粗壯嘅房梁喺斷裂聲中傾倒，高大嘅圍牆陸然倒塌，綠隆隆。喺一陣漫天揚起嘅塵土同哀嚎聲中，曾經6棟方圓百里嘅張百萬豪宅坍塌咗。暴雨依然狂暴咁傾瀉，住喺倒塌嘅房屋廢墟中央，張阿牛同秀兒滿身泥濘咁爬咗出嚟，睇住滿地嘅黑炭同斷壁殘垣，發出絕望嘅嚎哭。然而，真正毀滅性嘅電罰才剛剛開始。一陣來自幽冥地獄般嘅恐怖咆哮聲，猛咁由陳氏屍實體嘅上方炸響。嗰聲音帶住無邊嘅怨氣同腥風，震到兩人嘅耳膜劇痛，幾乎要流出血嚟。張阿牛驚恐萬狀咁抬頭睇去，只見喺彌漫嘅塵土同暴雨之中，嗰隻原本隱形寄生喺陳氏背上嘅區縣獸，此時此刻鐵底顯出咗宏大而實體化嘅真身。佢身漢龐大，如同一座小山，通體漆黑如墨，全身數千隻血紅色嘅怪眼喺暴雨中閃現住惡人而噬嘅凶光。陳氏煙氣代表住佢寄生嘅食物來源鐵底斷絕。嗰區縣獸轉動住龐大嘅身桓，數千隻血眼死死鎖定咗蜷縮喺泥地裏嘅張阿牛，還我精血嚟，還我壽命嚟。區縣獸發出一陣尖毒嘅咆哮，龐大嘅身拳化作一道黑色嘅閃電，張開血盆大口，帶住無邊無際嘅兇殺之氣，直白張阿牛而嚟。啊！救命啊！先人救命啊！張阿牛嚇到魂飛魄散，發出咗一聲慘絕人寰嘅尖叫。佢拼命想要轉身逃跑，可佢嘅雙腿卻像係被彈死喺泥地裏一樣，根本無法移動分毫。師奶區縣獸一口將張阿牛龐大嘅身冠撳倒喺地，口中嗰根粗壯帶住倒刺嘅黑舌，如同一把鋒利無比嘅鐵槍，猛咁刺穿咗張阿牛嘅胸膛，深深扎進咗佢嘅心口同骨髓之中。極其殘忍嘅反噬爆發咗張阿牛體內嘅鮮血、骨髓、肉體乃至靈魂，被區縣獸以一種令人發指嘅速度瘋狂抽乾。啊！痛啊！痛死我啦！張阿牛發出撕心裂肺嘅嚎叫，喺泥地裏劇烈咁抽搐住。佢眼睺昏睇住自己嘅雙手，以肉眼可見嘅速度乾枯下去，皮膚變得如同發黑嘅樹皮。肌肉迅速萎縮，雙眼突出，嗰種將肉體同靈魂一點點撕碎抽乾嘅劇痛，比佢施加俾阿媽嘅折磨要強烈100倍、1000倍。
僅僅過去咗10幾個呼吸嘅時間，曾經風光無限、揮金如土嘅張伯萬，便喺極度絕望同痛苦嘅嚎叫聲中，徹底被抽乾咗所有嘅精血，變成咗形同枯木乾癟發黑嘅乾屍癟，喺將阿牛吸成乾屍，後驅怨獸仰天長曳一聲，龐大嘅身冠化作一路腥臭嘅黑煙，徹底跪散喺蚊北嘅狂風暴雨之中。一旁嘅秀兒親眼目睹咗丈夫被惡獸生生吸成乾屍嘅整個過程，嗰極度嘅恐怖同巨大嘅落差，喺一瞬間擊碎咗佢所有嘅神經。金條，全係金條，黑炭亦係金條，我係佛太太。秀兒拍住雙手，頭髮蓬亂如瘋子，嘴角流住唾沫，喺泥水裏一邊打滾一邊狂笑起來。佢嘅精神徹底崩潰，變成咗鐵頭鐵尾嘅瘋子。第二天雨過天晴，靠山村嘅村民們戰戰兢兢咁嚟到張家廢墟前。當佢哋睇到嗰具乾癟發黑嘅屍體滿地嘅惡臭黑炭以及瘋癲嘅秀兒嗰陣，冇不嚇到面色慘白。老道士之前嘅預言迅速喺村裏傳開，人們呢才恍然大悟，徹底睇清咗張家暴父背後嗰滅絕人性嘅真相。所有人都喺唾罵張阿牛嘅喪盡天良，亦對天地間嚴苛嘅因果報應感到無比敬畏。喺此後嘅數十年裏，靠山村乃至整個建陽縣多咗一個衣衫襤褸、瘋瘋誕年嘅乞衣婆。秀兒手裏拎住隻破瓷碗，滿臉恐烏於咁喺大街小巷裏遊刀。每當佢睇到有人喺教訓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對父母大聲嚷嚷，佢便會猛咁衝上去，死死揸住別人嘅衣服，眼裏流露出極度嘅恐懼，扯住沙文嘅嗓子尖叫道：唔好罵阿媽，千萬唔好罵阿媽啊！罵阿媽，水缸裏有鬼啊，會將你吸成乾屍噶！哈哈哈！唔好罵阿媽啊！佢嘅尖叫聲喺古老嘅巷子裏回撈，成咗警示世人最淒厲嘅絕響。